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國際人生健康輔導學會嘅創辦人，我叫楊鴻圖。好高興喺呢度見到大家。國際人生健康輔導學會咧係2008年創辦嘅。咁我喺香港短短嘅19個月嘅時間咧，就發現到香港嘅人嘅生活嘅節奏咧係特別緊張，而導致到我哋每一個人咧，或者香港生活嘅人咧嘅情緒各方面嘅壓力都比較大。而我哋喺呢一方面咧，我哋都想學會嗰方面都想幫助大家咧喺呢一方面咧，可以喺正面一啲嘅方面個方法咧，去舒緩佢哋嘅情緒。而我哋過去嘅1年嘅當中，都培訓咗好多專業嘅人士啦，亦都開咗好多嘅課程咧，去幫助有壓力嘅人咧，去 appropriately 咧去舒緩翻佢哋嘅情緒出嚟。咁我哋喺當中咧，我哋都舉辦咗一啲課程咧，其中一個課程咧叫做書法治療嘅課程。咁呢個書法治療嘅課程咧，係特別嘅地方係啲乜嘢咧？係幫助到有啲叫 ADD 或者 ADHD 或者係叫做 PTSD Alzheimer disease 嘅人咧，可以喺呢一方面咧，可以幫助到佢咧係提升佢哋嘅 condition， 亦都同一時間咧，譬如你話我冇呢一個嘅問題喎。但係呢個書法治療對我有咩幫助呢？其實呢個書法治療嘅其中嘅奧妙當中咧，都可以幫助到你呢。當你寫字嘅方式其實上邊呢，譬如方向緊唔係咁好嘅人啦，記憶力唔係咁好嘅人咧，都可以 improve 到嘅。咁我哋呢一個課程嘅當中呢，喺未來嘅幾年嘅時間啦，或者係未來嘅1年嘅時間當中咧，我哋都會舉辦一啲嘅課程嘅，叫做專業培訓嘅課程。咁你呢個專業培訓嘅課程咧，係我哋係想幫啲 certification 可以咧提高我哋嘅質素，幫助啲專業人士去培訓其他嘅人。咁我喺呢一度都好多謝大家呢一段嘅時間，祝福大家。